好，咱们来再学一节课。学这一节呢，学这个77页下边的第19节。这一节讲什么呢？讲不自主动词的结果式与能否式。这个什么叫不自主动词的结果式呢？不自主动词都是结果式。因为不自主动词它就是表结果嘛。它为什么不能不自主？就是因为它是结果，结果是不自主的，所以它。但是不自主动词呢都是结果式，但是呢不自主动词呢，现在我们讲一个新的形式，就是能否式。不自主动词有能否式。什么是不自主动词的能否式呢？就是跟不自主动词相对应一定有一个自主动词，那个自主动词的命令式，不自主动词是没有命令式的啊。现在呢就把那个跟它相对的那个自主动词的命令式啊，当做这个不自主动词的能否式。就是说，如果一个不自主动词用了命令式，这一定是在能否的意义上用的，这就叫它的能否式。能否式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说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到，就是能或者不能，能或者否，就这两个意义。回头一看句子咱们就明白了。现在咱们先把它这个这段话呢，咱们先读一遍，就理解一下这个核心意思。我再说一遍，就是说不自主动词呢，它呢本来是没有命令式的，因为不自主动词你没法命令它怎么做，但是呢就是用跟不自主动词相对应的那个自主动词的命令式呢，可以在不自主动词意义上用作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能否，就是能不能，用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必须到实际句子里头咱们才明白。咱们这先读一下，就理解一下他这个话的意思。说不自主动词在语义上与其相应的自主动词有一定关系。结果式不自主动词都是结果式啊，表示自主动词所表动作行为的结果，就是一个动作的结果都就成了不自主动词。能否式这是一个新的语法意义。能否式不自主动词表示什么呢？表示自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能否实现，就是能否达到，这么个意义。这个能否式用什么方法来表示呢？看下边啊，在形态上，能否式不自主动词多与自主动词的命令式相同。就是不自主动词呢，这个能否式呢，它用什么来表示呢？用跟它相应的那个自主动词的命令式，用那个东西来表示它的这个能否式。与结果式不自主动词也多数相同，就是不自主动词的能否式啊，有两个表现形式，一个呢是用那个跟它相应的自主动词的命令式，一个呢就用这个不自主动词的结果式，也就是说就用不自主动词本身，少数不同。这个由于大部分能否式在这个不自主动词在形态上与结果式命令式相同，因此只能在上下文中注意去区别。注意什么区别呢？就是说它是用的这个自主动词的命令式，还是用的不自主动词的结果式。咱们翻过来看一下这个表。你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前边这个自主动词，右边是不自主动词。先看自主动词，这个是个常用词，血血就是杀死消灭，血就是杀害，残杀就是这个词。这个词呢，它在这个不自主动词里头呢，它有两个表现形式。咱们学过的就是后边这个叫结果式，就是什么呢？气，就是死。前边自主是你杀不杀，做不做杀的这个动作，这是自主式，可以。后边说你能不能杀死，这个呢，这是一个就是结果不由你控制，你想杀你不一定能杀死，这个不由自己控制。所以这个不自主动词七都是不自主动词，它本身就叫结果式，不自主动词就是结果式。这个不自主动词现在多了一种形式，多了一种什么呢？能否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不自主动词使用那个自主动词的那个命令式血，
它就表示啊，就是能否事儿，就是能杀得死，或者是说他用了否定动词，就是杀不死。他现在要单独用个血，那就是杀得死，能杀死。哎，如果他要是前边加了这个否定动词呢，那就是杀不死。哎，这个就看他那个句子里具体的应用了，就是表示能否，哎，能不能杀死，能杀死，杀得死，哎，就表示这个意思，表示能够达到这个结果。就是后边咱们看具体句子的时候，咱们再具体分析哈。现在先把这些动词熟悉一下。第二个动词也是个常用词，咱们刚才也说过，就是断。这个断呢是倔、借、却。哎，命令式呢经常变成那个叫送气的那个字母。你看它加、掐、卡，哎，加、掐、加是不送气的，掐是送气的。它这个命令式经常变成送气的，所以变成却。这个断呢，就是刚才咱们讲的砍杀、中断、阻塞，是这个在一个决断，哎，断言、判决，哎，核心的意思是断。它的这个相应的不自主动词呢，有一个就是那个切，后边右边最后边那个切，这个现在时那样，然后是这个现在时、过去时，那个未来时、过去时。这是结果事儿，就是说它表示已经断了，哎，表示断的结果，这是不自主动词。如果用那个自主动词的那个命令式呢，还可以，就命令式也可以命令，就是说你句子其实能看出来，我让你说你把这个棍子给弄断了，这就是自主动词的命令式。哎，它有时候是在不自主动词的那个意义上来用这个却，就是命令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弄断，弄得断，能不能弄断，表示能否意义。这个必须在句子里头咱们才能区分开，所以咱们在这儿不多说这个，先把它熟悉一下啊。咱们来再看第三个呢是弄破，哎，弄破，就架撬，哎，就是识破，把它弄破。然后呢，后边那个最后的掐是破，就是一个结果，这个东西已经破了。它前边那个呢，撬是前边的命令式，在不自主意义上用命令式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个撬，那就是说弄得破，就是能弄破，表示能弄破，弄得破，表示能否。如果它再加上一个麻，加上个迷呢，就变成了弄不破，哎，就是这两种情况，一个能，一个不能。再看下边一个，这个是大家很熟悉了，主，哎，这个加上上加字撒呢，这是使动动词，就是使完成，所以是自动的，就是我做一个动作，使这个东西能够完成它，这是你的努力方向。说你究竟能最后完成完不成，这个不由你决定，这个得你看你的这个因缘聚合不聚合，什么很多原因来决定了。完得成就把那个撒去掉呢，就成了完成，就是这个成了结果，表示这个东西完成了。哎，读起来，没有撒就是不自主动词了。说这叫自动动词，就是表示这个事物本身完成了没有，表示结果。也读一下啊，主，哎，前边是现在时，然后未来时，然后过去时。这个不自主动词没有命令式，所以呢，就这么三个变化形态。这就是完得成，完成表示结果。这个注意，现在这个不自主动词呢，它呀，有时候会用这个结果事儿，就用这个不自主动词啊，表示能否事儿，就是能否完成。这个是在句子里头判断出来的，咱们到句子里头呢具体去看，就是它可以用那个自主动词的命令式来表示能否事儿，还可以直接用这个结果事儿，就是用不自主动词啊表示能否事儿。下边一个动词是召回，是也读一下啊，鼓，这是自主动词，就是你做这个命令说召回谁来。然后这个后边呢是不自主，就是库，哎，不自主就是说是结果事儿，结果事儿就是招得回招不回，就是表示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有能否，能表示能否的意义，就是能召回不能召回。如果要是不带马米，那就是能召回，召得回；如果带马米，就是召不回。有这个能否的意义。下边一个是过，上边有仨是使动动词，就是使转，这是可以自主的。说转的转不转，这个东西你想让它转，它究竟转不转，能不能让它转得动？这是一个不自主动词，就是宽儿。这是个动词，不自主动词，转得动，转动转不动。下边一个是使进入，就是进到里边去，这个咱们也读一下啊。局去后边这个呢，就是取它的命令式，就取前边命令式做这个能否式的表示方法，就是前边是使进入是做动作，后边这个表示结果就是进得去还是进不去，能否进去，能不能进去，用命令式来表这个能否式。在下边这个呢也是个常用词，这个呢咱们读一下啊，这个后边也是用它的命令式来表示能否，就是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它这写的制服，咱们那个佛教里头最常用的翻译，把它翻译成调伏。这个词你们记一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词。这个驴就是调伏，调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化、训练、对治、调治，就是调伏。你记上这两个字，调伏就是调伏自己的心。如果这个驴做名词的时候，就是戒律的律，就是戒律。如果这个驴做名词，就是戒律，所以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广泛。戒定慧、经律论，这个就是驴，就是戒律，就是律。它做动词就是调伏，律干什么？律就是来调伏你的心的嘛。调伏，把这两个意思结合起来记。它的命令式可以表示能否事，就是能调伏还是不能调伏。这个动词很重要。下边一个动词举起，咱们来看啊，提，这个推八是大秤是吧？推八是有一个动词意义，就是什么呢？叫承受得起是吧？承载得起，这个就是经受得起，能够胜任，能够担当得起，能够承载起，这个 take 记住它有这个意义。最后一个动词也是个常用词，叫足、俗、助、促、这个常用词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它最基本的含义是栽种、栽植、栽种，就是种庄稼、种树、种花草，那个栽种，这是它的基本含义。栽种呢，就有树立起来的意思，所以它这取的是它那个后一个意思，就是树立。栽种还有插入、戳进去、刺进去、插入、戳起来，立起来，有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有这些。这个它的命令式呢，如果做不自主的能否事呢，就是表示立得住立不住。这个你在那个句子里头啊，它就会出现这种意义的要求，你到时候一看就容易理解了。这就是先介绍一下，就是说一个自主动词的命令式呢，可以在不自主的意义上做能否事，就记住这个有这么一种语法现象。下边那个能否事还有第二个俗，就是说它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命令式或者是说结果式，它也是表示这个插，在那个插的意义上的专门用，就是插得进插不进，也是一个能否事的表示方法。
动词咱们熟悉一下，下边主要还是在这个具体的句子里头啊，怎么判断它是能否事儿？咱们来用具体句子来判断啊。下边咱们看第一个句子，冇给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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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译音，这是木建连的译音，就是下边那不是有吗？木建连，这是木建连。如果在范文里头用范文的音译过来，就是冇给人呢。这个他那个这藏文意译、中文意译这就差得多了。冇给人呢，木建连，木给连，所以这个也大概还能看出来哈。冇给连，反正就是木建连，你就把它联系起来。冇给人呢，就是木建连，下边啊，您把你，您把你，您是一天是吧？一天，您把就是一天，或者是叫白天，就是白昼，白天。白天呢，美嘛儿，煤是什么？火，麻儿是油，不是麻油，这个藏族就是酥油，就是从那个牛奶里头这个提炼的酥油，麻儿就是酥油。这个在这个藏族这是藏语里头是酥油了，像这个咱们呢一般就是指油，就不管它这个油的来源了。火跟油放在一块儿就是什么呢？就是灯，油灯，就是油灯。对，古代的灯都是油灯，所以它也就光用个灯就完了。就是油上一点火，这就成灯了，就是美嘛，就是火油，就一加起来就是灯。它这个括弧里头什么呢？就是说藏族实际上经常用的这个是马咩，这是灯，就是油灯，这个藏族，当然如果藏族讲意义，它就叫酥油灯，这是因为它的那个生活方式，它油就主要是酥油，实际上就是一油灯就行了。下边啊，住家，这个住是什么呢？就是正好咱们看的这个上边挨着它上边那个表里头最后一个动词，就是这个那个足住促，就是这个的那个过去时住，就是栽种树立，这个它的过去时。住是动词，住什么东西呢？它住它前边的那个宾语，前边是美嘛，就是住这个灯。这个住怎么住这个灯呢？就是栽种树立一个灯，实际上就是说点起一个灯来，就是你怎么着栽种树立起来一个灯呢？你得把这个灯点着，这就算栽成了一个所以呢就是点一个灯，将就是也。现在咱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意思，说木建连呐，他这个后边他有这个心想了，这是前边他心想的内容。讲什么呢？说你巴日你就是说在白天，8日是在，是时间语格哈。说在白天里头呢，每嘛日住岗，就是说点上这个灯呢也，点上灯也。后边看啊，潘巴没给，潘巴是什么呢？是利益。这个它也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如果做名词呢，就是利益、好处，用大白话就是好处，这个文绉一点就是利益。如果做动词呢，还是利益呢就成了饶益、滋益、帮助，这个就成了那个就是动词的利益了。名词的利益呢，一个是好处，还可以叫恩惠，恩惠也用它。潘巴没给就是没有好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白天呢点着灯也没有什么用处，这就不是好处了，没什么用，然后给就是由于，以此为原因，因为这个给就译成因为他想啊，因为在白天呢点着灯也没什么用，然后就 said
塞多，哎，这个塞呢，又是你看那个上边表的第一个动词，哎，就是杀死，就是塞。它这用的是过去时，括弧里头还可以用未来时。为什么这个括弧里表示说可以用未来时呢？实际上它还没有杀死，是吧？它那个也可以用未来时，说我把它杀死了，哎，用未来时。这个地方也可以用过去时，就是我想把它杀死了，把它灭了吧，哎，也可以用过去时，这就是他心里头想的这个，看他怎么想了哈。他说他这用过去时的意思就是说，灭了吧，弄灭吧，把这个灯杀死吧，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后边啊，念呢，咱们前面见过，念都sam就是心想，心里想。这个念嘛，还可以当这个，不光当名词，还可以当动词。动词念巴就是什么呢？就是心想，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动词，就是他这样想了之后，哎，念巴可以译成心想、觉得、认为，哎，感觉，哎，心想最普通，就是他心里这么想了之后，心里怎么想啊？心里就想，白天呢这灯点了也没什么用，把它弄灭吧。哎，心里这么想了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做个什么呢？叫血板塞纳。血板又是那个第一行的那个第一个字，血又是杀死，是吧？哎，血板。这个然是这个后边动词要求的了，就是后边要求前边这个就是做前边这个动作。后边这个塞是什么呢？塞是准备，然后呢指向就是你比如说我准备射箭了，把箭呢对准目标，对正指向目标，或者说我准备做什么事了，我把手拿起手来挥手准备做什么事儿。总的意思呢就是准备，他这个准备呢就是要做一个动作之前把前边的那个动作准备动作先做出来，就这个意思。拿是时间余格，在准备杀死的时候，哎，在准备干什么呢？他那个准备要做的那个动作，他在前头，哎，在那个然前头，在准备杀死的时候，一杀死不合适了，就是在准备把这个灯弄灭的时候，后边啊，马薛多，你看啊，这个时候血，这是那个杀死的命令式。这个时候用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能否事，就是弄不灭。就是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穆金莲看到桌上啊，这个点着一个灯，就是原来桌上点了好多灯都灭了，有一个灯不灭。穆金莲到那个佛桌前头，他一看，他说这个大白天的点着这个灯也没什么用哈，把它弄灭了。结果他怎么都弄不灭，山呐捏呀什么怎么都弄不灭。穆金莲是神通第一吧，但是他就弄不灭那个灯，知道这个故事吗？我现在这个记不清了啊。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灯是昨天呐一个女孩子点的，这个女孩子呢发了菩提心，哎，发了大乘心。她发了大乘心之后啊，她这个灯啊小乘人弄不灭。哎，后边那个还会碰到一句佛给穆金莲说你呀，你们小乘人呐，你就怎么都弄不灭这盏灯。哎，发的是菩提心，哎，对，发的是大乘心。可见就是这个大乘跟小乘这个意义呀不可比拟，哎，不可相比。他才是发了菩提心，哎，他发了大乘心，他点的灯，那个穆金莲弄不灭。所以你看这个最后这个说马薛多，就是弄不灭，就是这就是叫能否事的意义。就是说，你看整个咱们在那个弄过来，你就理解这个后边这个意义了啊，整个弄了。蒙给亚那穆金莲，是念呢心想。哎，心想之后，念呢前边都是他心里想的。他心里想什么呢？你班呢在大白天呢，每晚日住点，点着这个灯也攀巴没给，没什么用处，哎，没什么好，就是没什么用处。塞头，弄灭吧，这很正常的哈。念呢，哎，穆金莲见这个灯，就还剩着那一个灯亮着，别的灯都灭了。别的灯可能点半夜就灭了，也许到天亮灭了，反正都灭，就这一个灯亮了。他就想着大白天点个灯干什么呀？弄灭吧。然后啊，后边血本塞呢，
在他准备弄灭的时候，马学多不灭，也就是弄不灭。你看，这就是不能弄灭，这就是能否事儿。用命令式表示能否事儿，就是弄不灭，不能弄灭。哎，这就叫能否事儿。哎，他在句子里头会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到时候就是，哎，你本来这个弄灭弄不灭呢，这是一个结果，是不自主的，哎，但是他在句子里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说，弄不灭，或者说弄得灭，哎，就有这种，就是这个不自主动词表示结果的不自主动词出现什么呢？能否意义，这就叫能否事儿。哎，你看，孟姜男说把它弄灭吧，哎，结果呢，怎么都弄不灭。咱们来读一下这句话啊。冇嘅人啦，冇嘅人啦，人班你，人班你，没马住嘅，没马住嘅，看把没嘅，看把没嘅，塞多娘呢，塞多娘呢，血班谁呢？血班谁呢？马血斗，马血斗，在他准备弄灭的时候呢，弄不灭，哎，弄得灭，弄不灭，哎，结果事里头出现了能否，能不能弄灭，弄不灭，不能弄灭，这是一个这个实例了。咱们再来看第二个，秋天给娃米女体，秋天给娃米女体，秋是水，嗔是小的一点点儿，轻微，哎，微小的，嗔是小的一点儿，轻微，就是比较小少那个。秋嗔，秋是水，还有一个意思是河，秋嗔就是小河，就是小溪，哎，就是那个还没形成河的规模的那个山里头的小溪，就是这个给娃，咱们前边学过，是52页，你们看一下52页。52页呢是这个第4行，给，看到了吧？哎，给，读一下，给，哎，就是渡，就是渡过、翻越、超越、超过，哎，就是渡河的渡，哎，给。咱们这个地方呢，用的是它的那个过去时，它是现在时、未来时、过去时，哎，这用的过去时。不过它的过去时跟未来时是一个样子，就是给娃是度过，米女就是不能，铁是指的不能渡过小溪的那个人，哎，铁是指的前边就是说，他这就因为宋的他不能把那个人写出来了，字数限制了。它就是铁是表示整个这个句子，就是不能渡过小溪的那个人，哎，由他来做后边这个动作，不能渡过小溪的人，由他来做后边这个动作，什么动作呢？后边是夹错给给卡拉雀，夹错给给卡拉雀。嗲雀是大海，这个给是什么呢？就是游泳，哎，给就是游泳。这个它这个游泳呢，不光是指的这个，这个叫这个动作，它还表示水性，就是这个游泳技术水平，水性好坏，哎，这个这儿呢就取它游泳的意思。给就是用游泳这种方法。卡拉是什么呢？如果看这个词看字的意思，卡是任何什么地方啊，任何，拉是在什么地方哈，就是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就是实际上这个跟那个汉语那个哪里非常相像，哪里就跟那个非常相像。第一个本质的意思就是哪里什么地方啊，在哪里嘛，在什么地方，但是它有抽象意义，就是什么呢？咱们汉文那个哪里啊，有那个意思，就是说怎么会呢？哎，怎么能呢？对，怎会怎能？何至于啊？就有那个意思。
哪里还是哪会呢？哪能呢？哎，藏文呢就有跟这个汉文这个哪里啊，从字根意义上用法非常一致，就这个意思。哪里？哪能？怎会？怎么可能呢？有这个意思。阙，这个阙就是那个上边第二行，对，上边那个表的第二行就是命令式，就是断，弄断，使断。这个弄断使断，这个不是说砍杀使断阻塞哈，它里头还有一个意义咱们没提到啊，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跨越飞渡，就是断这个动词，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断，就是跨越飞渡，也是三点水一个渡，就是渡过的渡，它有这个意义。就是这个地方用的就是这个跨越的意思，就是说不能渡过小溪的人，他哪里会跨越用游泳来跨越大海？哪里能游过大海呢？哎，就这样一句言语。那后边写的是连小溪都过不去的人哪能游过大海？所以他这个卡拉呢，就是哪里啊？就是哪里能游过大海呢？怎么会这个游过大海呢？跟那个汉语那个哪里意思是一样的。那就说游泳的技术。对，他就是不行，他连小溪都过不去，他怎么能游过大海呢？这技术不行，能力不行。那这个阙在哪都那么用吧？这个阙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这个地方还是在泛指所有地方都能这么用。对，它这个阙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自主动词的命令式呢，表示能否，能否事，就是说哪里能渡过大海，哪里能游过大海，表示不能，能不能。所以在这个句子里头啊，它这个能否事是很明确能判断出来。但是你得记住，它这个表示方法语法现象就是，它可能用自主动词的命令式来表示这个，结果的能不能。你看它这个能不能渡过大海也是个结果事儿，也是个结果，结果都是叫不自主动词嘛。所以呢，就是自主动词的命令式来表示不自主的能否事儿，就是这么一种语法现象。你一判断这个，它判断不会判断错的，你知道它有这种表示方法，你就能把它译出来。好，咱们来读一下这个句子啊。秋千盖瓦尔米女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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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错盖给卡拉雀，盖错盖给卡拉雀，盖错盖给卡拉雀，盖错盖给卡拉雀。再来一句啊，这一句是伦别来了，伦别来了，伦别来了，伦别来了。伦包是大臣，大臣的病，乃也是病。对于大臣的病，对于大臣的病怎么着呢？是潘白多，潘白多，潘白多，潘白多。潘巴刚学过，是利益、好处、恩惠。对于大臣的病呢，是有好处、有利益的多啊，多是什么呢？就是食品、食物，吃的东西，食物。说有利于大臣病的食物，这句话就是后边啊是倔俗，倔俗，倔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意思是修改，一个意思是做作。倔这个动词啊，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修改，一个意思是做作，就是故意做作，故意做作。一个立人骨反文的做，一个工作的做，做作，两个做作，就是故意的，装作的。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故意的这个就是装作说是给大臣的病呢，利益大臣病的食物，就是他叫，你看下边译的叫借口用食疗给臣治病，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说这个大臣的病呢他能治，他说用什么呢？用食疗的方法，用食物就能治。他是倔就是做作，就是说实际上他治不了，他装作能给大臣治病的样子，
哎，这大概是一个咱们这是瞎猜了啊，大概是一个这个骗子啊，一个说我会治，哎，可能想得点什么钱财之类的。苏是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人呢，假作说能给大臣看病，用食疗法给他看病，在这个时候呢，后边注意啊，他是色，他是色，他是前面学过，就是绸缎，他是绸缎，色不咱们也学过是甚深是吧？深奥，哎，就是表示这个深浅的深奥，深奥还有一个意思是精致、优良、上等，哎，色不的意思，主要意思是深，还有精致、优良、上等的意思。塔日色就是说上等绸缎，哎，就是精致的、优良的绸缎。后边啊，塞北台湾，塞巴是什么呢？塞巴就是烧，焚烧，哎，焚烧。这个焚烧，它抽象意义还有那个烦热、烦躁、热闹那种烧，就是心火的烧，两个意义，一个是真的就是普通的火的烧，一个是心火的烧，塞巴，哎，就是焚烧，哎，燃烧、烧毁，烧的什么呢？胎洼是什么呢？胎洼两个意义，一个是灰尘，一个是过失，两个意思。灰尘跟过失。先说这个句子里的意思，说烧什么东西呢？烧上等的绸缎，烧上等绸缎的灰。哎，就是这个人呐，他要用食疗给大臣看病。看病呢，他有一些这个要吃的东西，要吃什么东西呢？一样是要烧那个上等绸缎的灰，要那灰，台湾，这是取的灰尘的意思。咱们多讲一句，这个台湾第二个意思不是过失吗？这个过失啊，它经常跟另外一个词跟另外一个词结合起来，跟哪个词呢？就是跟 give 吧，就是那个形成变成，就是变成那个，就是太 give 吧，就是变成过失。为什么要介绍这个词呢？这个词就是那个应成派，就是应成，应该的应，成为的成。应成派的意思就是太 give 吧，就是什么呢？就是变成了过失。什么意思呢？就是应成派呢，他跟对方辩论的时候呢，他不立自己的观点，他就光你对方一述一个什么观点，他就来破你的观点。怎么破呢？他就是说，按照你这个观点，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应该能推理出来一个错误的东西，就是变成过失，变成错误，应该成为过失，应该成为错误。这是应成派的那个意义，就是说他破对方，就是把对方的这个结论给他通过正常的逻辑推理，给他推理出一个明显的一个错误结论来，就把对方破了。哎，这用现在的逻辑方法叫归谬法。归谬法，归谬法就是谬论的谬，把对方的结论呢，把它推演成一个谬论，就把对方破了。这是归谬法。应成派就是要太丢啊，这是多介绍一个词啊。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这个人呢，他装作呢说我能给大臣看病，用食疗方法，要吃什么东西呢？一个是烧上等绸缎的灰，再往下来啊。真丹塞北薛东，真丹塞北薛东，真丹塞北薛东，真丹塞北薛东。说要这个真丹是檀香木，真丹檀香，塞北又是烧檀香木的什么呢？薛是木炭，薛是黑炭，木炭。董是什么呢？董是长矛，戟就是这一类的武器。什么叫薛东呢？就是这个长矛呢，它的主要形状是一根棍子，
这个削木炭呢，木炭就是木炭的棍子，就是取那个董，主要取它那个棍子的意思。这样的话就是木棍儿，就是木炭棍儿，哎，就是烧檀香木的那个木炭棍儿，哎，这个意思。然后这是第二种，后边啊，说炉给菜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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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是绵羊，绵羊的菜，菜是脾脏，下边有那个脾，这个叉血就是血肉的血，绵羊脾脏的血，脾脏里的血，要绵羊脾脏里的血。你看他要的这三样东西啊，一个是烧上等绸缎的灰儿，烧檀香木的木炭，还有这个绵羊脾脏里的血，这么三样东西。然后后边有个簌，这个簌是什么呢？就是拉簌吧，就是等等。拉簌吧，咱们前边学过，他现在就简化一个簌，就是除了这三样还有别的。最后一句说抿竹吧，抿竹吧，不能完成。你看这个竹吧没有带撒，没有带上加字撒，就不是字叫使动动词，不是使动动词，是自动动词，就是表示结果的，就是本身完成不完不成。这是不自主动词，不自主动词的加一个迷，就变成了能否事儿，就是什么呢？不能完成，就表示不能完成。不能完成是表示一种事情，就是不能完成的事情。后边呢，逐度做，逐，你看带了仨，这就是要完成来做，是吧？也可以译成完成，也可以译成做。做后这个动词呢，后边还有一个动词是助，助咱们前面也刚学过，是让，是吧？使让，让加一个拉丁，就是让做。让做什么呢？让做前边横杠上的那话，让做不能完成的事儿。就是他要那个，就是他说我能给大臣这个治病，但是他要的那个东西呢，他都是让你找那些你很难找不到的东西，让做不能完成的事情，就是这就是耍赖。我能治病，让你找什么，到时候你拿来了，他说你这个不是什么脾脏的血，他说你这个烧的不好，什么他这说了几样还好办，实际上他可以后边等等，可能他会说一些你很难找到的，什么冬天的什么这个，夏天那个，什么一个这个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很奇怪的那种组合。这个意思，这就是骗子说的这种话，让办一些办不到的事情。你看他这个，也就是说能否事啊，实际上在句子里头意思啊非常明确，非常好判断的。关键就是你要知道有这种语法现象，就是不自主动词。你看他用的这个竹吧是这个叫不带上加字撒的，那就是说是不自主动词，是表示结果的。本来表示结果的是不，就是没有命令式，也没有这个不能不能是不由你决定的。但是呢，他就说他能不能，这就叫能否事。好，咱们来把这个句子读一下啊。论别来了，潘白多绝数，他是色不塞北台湾，真正塞北学东，路给菜叉索，民主吧主度住，好，翻一句，再来一句啊。打你
打你，假错亲包日人包切人度着的，假错亲包日人包切人度着的，假错亲包日假错亲包日人包切人度着的，人包切人度着的，假错亲包日假错亲包日人包切人度着的，人包切人度着的。这是这个，那个大师还是善师太子啊？记不清了。反正他是要这个到大海取宝，说对别人说我呀，假错亲包到大海里头，人包切轮度取宝，着我去，我要去大海里头取宝。后边接着说啊，假错亲别囊呐。假错亲别囊呐，假错亲别囊呐，假错亲别囊呐，亲别就是大，那个假错也是大海，译出来还是大海。说在大海的里边是吧？囊呐，在大海的里边，在大海里边怎么着呢？说给信度盲位，给信度盲位，给信度盲位，给信度盲位。给是什么呢？就是魔鬼，魔鬼、邪魔、厉鬼，什么魔障，反正就是这些，基本意思就是魔鬼。说在大海里头啊，魔鬼啊，信度盲位非常的多。大海里头，他这是说魔鬼，他这再给译成什么呢？叫灾难。也对，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他可能是周老师他们这个世间人了，他可能不相信那个，就认为灾难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这个魔鬼造成的，所以他就译成灾难。实际上这个词的意思是魔鬼，就是说大海里头啊，魔鬼非常的多。这个盲哇加个撒，就是由于大海里头啊，魔鬼非常的多。然后啊，扩窝是什么呀？我自己，对。我自己，然后后边这个动词啊，扩让米扩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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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尔是这个转圈吧，是吧？咱们说过最基本含义转圈，转圈它有什么呢？有回来的意思，就是转回来，就是我去了再回来，这不转圈吗？就是回来。说回来，注意，让。这个让咱们前边碰到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前边那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呢重复一下，后边加一个麻，就是表示或者的意思。就是说回来或者是后边一定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叫什么呢？米坤，就是回不来。回来或者是回不来。你看这就是能否事儿。回来回不来本来是一个结果，不受自己控制的，但是现在呢，他就是说回来或者是回不来，回来或者回不来。他这译的也好，译的是回得来还是回不来，那不由自主，不由你控制啊，回得来回不来。扩日吉的什么呢？约没，约就是把握，约是把握，熟悉。把握、熟悉、定见，就是很有主意啊，主意也这个有主意的意思，就是有主意、有定见、有把握、有熟悉，对这个事儿很有把握，很熟悉。最基本含义就是把握。这个把握呀，没有什么把握呢？没有这个回得来还是回不来的把握，没有。就是说，你看整个句的意思就明白了。说我呢要到大海里头去取宝，由于大海里头呢魔鬼非常的多，我自己回得来回不来呢，这把握我还没有。就我自己回来回不来都难说。这是这个太子出海之前说的一句话啊。他的语法意义就是那个回得来回不来，这是能否事儿，能不能回来。本来是这个不自主动词，但是这个地方就做能否意义上来用了。咱们来读一读啊。打你给他搓亲包儿，打你给他搓亲包儿，打你给他搓亲包儿，打你给他搓亲包儿。
仁波切能度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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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错亲别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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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信度忙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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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可让米可给，可我可让米可给，可我可让米可的，可我可让米可给，对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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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句，咱们再来一句啊，第5句。伦波热热切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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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波是大臣，就是还是到唐朝求婚的那个使臣们。热热就是每个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啊，热热。切内就是做过了，内就做过了之后，大臣们一个一个的做过了之后，是做过什么呢？这个，这看后边的内容啊，说拉金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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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巴是手是吧？Jim 是什么呢 ？Jim 是漫游，走动，出行，就是乱转吧，就是转悠啊，漫游，这个基本含义是漫游。那是之后，说手漫游之后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手上传递，就是那可能那个为什么用漫游呢？就是他可能啊，这个传给那个试试，这个试试，这个不行再给他，就是那个说我来试试。这是唐朝给他们出的一个考题，出的一个什么考题呢？你看后边啊，他们在手上，他们漫游，他们来回传。你摸莽包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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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是太阳跟日子是吧？莽包是很多的日子。在很多的日子里，就是不是1天2天，在他们手上啊传来传去，不是1天2天了，还没说出来，说不是1天2天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叫游龙具备，游龙具备，游龙具备感，游龙具备感，玉石这个松耳石这个出来了，龙是什么呢？龙是环儿、把、柄、耳朵。把手，这个龙啊，就是一个茶杯的把，一个什么东西上拎它的那个环儿、把手、耳朵、柄什么，反正就这类的东西，基本含义就是环儿，就是这个松耳石上边啊有一个环儿，有一个眼儿，具备具是什么呢？你看那个左边那个表有一个使进入。在那个中下部有一个举去，进得去，使进去啊，就是他要把一个线呐，从这个松耳石的这个眼儿里头啊穿过去。他这儿写的这个龙呢是基本含义是环儿、把、柄、耳朵什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它这个东西啊复杂。实际上它这个不是它一个把，不是它这个松耳石啊，它整个通过这个松耳石有一个洞，这个洞呢还是个弯曲的，曲曲折折的，但是从这头能通到那头。它唐朝这个题就是什么呢？让你把一个线呐从这头穿过去，他们谁都穿不过去，这么一道题。这个龙啊还有一个含义要介绍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经教教言，藏传经常这个叫传法呀，就叫传这个龙，就是传经。就是他就是说这个经啊，有一些经不传你是不能读的，传这个经就叫传龙，龙是经教，经教，这个教吗？就是教导教言，佛教的教，经教。它这个龙跟另外一个词合起来，龙丹。这个丹呢，就是那个帕沃萨达不达达那丹，帕沃萨达不达达那丹，就是那个宣讲、显示、
就是宣说，就是那个单。哎，这是过去时。垄单是什么呢？就是宣是垄，就是预言，叫受记。哎，受记。这个单的那个现代时叫敦巴，哎，垄敦巴也可以这样组，垄单用的比较多，就是受记。这个就是顺便那个介绍一下，这样你有个印象，以后读经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生了。这个地方的垄呢，就是指的它的那个把柄什么环啊什么，就是那个意思。但是实际上这道题呢，它不是一个环，它是那个松耳石中间有一个七里拐弯的眼儿，九曲眼儿。哎，这个谁都穿不过去。最后那个藏族的那个大臣呐，给穿过去了。好像他是把一头抹上蜜，这头找一个蚂蚁，哎，把那个线儿呢，一个细丝儿呢，拴在蚂蚁身上。蚂蚁自己的。然后这边呢，把蚂蚁塞进去之后呢，这边呢用火烤，用烟熏，然后那边呢有蜜啊，然后那蚂蚁呢又后边又逼着，就爬过去了，哎，把这个丝线就带过去。用水那个丝线一膨胀也过不去啊。那不行，你这软的东西你靠冲击力，它那关键那个眼儿是那个九曲弯，哎，对。好，咱不说这个了啊，咱们还读下半句话，说游龙具备讲，就是他们都呢，就是使进去这个松耳石的眼儿，哎，在很多天里头啊，他们都做这个动作，就是使进这个眼儿，就是把那个线穿过这个眼儿。将就是也怎么着呢？是去北特玛涅，去就是刚才那个使进入的那个命令式，是吧？就是去，就是使进入命令式，在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弄进去，使它进去的方法，特不是方法啊。马涅没有找到能进去的方法，使进去的方法，没有找到呢，把那个线从那个松耳石的眼儿里头穿过去的方法，使进那个眼儿的方法。你看，这就是能否是就是能够穿进去的方法，是不是啊？哎，本来穿进去穿不进去，这是一个不自主动作，结果呢，它就是没有找到能够进去的方法，能否事儿。哎，所以翻的时候，这个能否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整个意思再过一遍啊。说大臣们个个都做了，做什么呢？就是在手上呢是漫游，就是也传来递去，就是这个意思啊。这翻的就是使他们一个个的传递下去。哎，在很多天里这句话他没翻，按道理说应该翻。你莫莽包日，哎，在很多天里头，游龙具备，就是他这反而多翻出来一个说把细松耳石的带子往里穿。这儿实际上没提这个细松耳石的带子哈，光说是松耳石的环儿进去，哎，是进去，没说是带子往里穿，都没有找到，也都没有找到能穿进去的办法。哎，整个句子就这个意思。咱们来读一读啊。论包热热切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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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金内。拉金内，你莫莽包日，你莫莽包日，游龙具备讲，去北特玛涅，第六句，马提大。马提大，这个马就读去声了，因为马是鼻音，前边一有前夹字变平声，后边卡再给拽下来，所以读四声。马就是军队，提大就是那些，那些军队。卡日破讲，卡日就是在哪里？这实际上是那个不是在哪里了，是到哪里，是吧？向着哪里，冲着哪里，冲向哪里，就是到哪里。它这个到的后边的动词用的什么是破
破是什么呢？是落下、降下、流下来，主要是降落、降下，就是比如说大水那个瀑布流下来，降下、流下、落下，主要是落下来。江就是野。说这个军队呢，降到任何地方，为什么他这个不说他走到或者打到什么地方呢？他用这破吧，就是降落下来、落下来、流下来，表示这个军队的气势。这是一种这个文学手法，就是落到哪里，就是好像这不可阻挡，就是那个什么东西掉下来，那个就是势不可挡了。他用这破来表示他这个军队的那个气势不可阻挡，不管降到哪里啊。然后龙亲包糖炸丸，龙亲包糖炸丸，龙亲包糖炸丸，龙亲包糖炸丸。龙是风是吧？亲包是大风，糖是这个后边炸丸是要求的，就是炸丸是像什么？炸丸是像什么？像什么东西呢？放在那个糖前头，就像糖前头那个东西。像什么东西呢？就像大风一样。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形容了，像大风一样。像大风一样怎么着呢？是潘觉哇米推巴梅，潘觉哇米推巴梅，潘觉哇米推巴梅，潘觉哇米推巴梅。潘是对方，啪是有对面的意思，潘就是对方。这个觉哇呢？觉哇是这个辩论、攻击，就是觉哇呀，就是觉哇是辩论、攻击对方，斗争。他这个攻击呢，有这个辩论上的攻击，也有这个军事上的攻击的意思。觉哇有辩论、攻击、斗争，敌对，有这个意思。这个潘觉哇合起来呢，还是对手、敌方的意思。对手，就是光那个潘就是对方，这个没有中性的，没有这个敌意的意思。就是对方，你比方你说话的对方，你的对岸啊，对方，这个一加上觉哇呢，就变成了敌方、对手，那就是打仗的对方。这个打仗当然也可以打嘴仗，也可以打这个军事的仗了。这就是对手。对手后边米推哇，推是什么呢？推就是那个咱们来看这个表的倒数第3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常用词叫条幅。推，条幅、制服，他这取他制服的意思，主要是从这个世间意义上，就是那个打仗的制服，推是命令式，就是能够制服，用它表示能否事儿，就是不能制服，不能制服谁呀？不能制服对手，不能制服对手这种情况呢，没有不能制服对手的，就是所有的对手都被制服了，不能制服对手的情况没有，没有不能制服的敌手。整个这个句子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军队降落到什么地方，那就是这就可以译成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就像大风一样，没有不能制服的对手。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咱们来读一下啊。马提达卡日破江，马提达卡日破江，马提达卡日破江，马提达卡日破江。龙亲包糖炸丸，龙亲包糖炸丸，龙亲包糖炸丸，龙亲包糖炸丸。潘觉哇米推巴梅，潘觉哇米推巴梅，潘觉哇米推巴梅，潘觉哇米推巴梅。这个最后2句，最后倒数第2句第7句是我仍让那月，我
我扔了那边，我扔了那边。我扔了那边。这是一个人名。我呢，就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姓，就姓我。我的意思呢是那个马鬃的鬃，马鬃的鬃。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这个族就姓这个我。然后这个人的名字呢，他叫这个扔了那月，不是扔了那，是扔了那波，那个仨是加上的。扔是长是吧？长远，拉，然后哪波是黑色的是吧？哎，这些具体他这个名字究竟什么意思，它有它的含义了，咱们不管它了。有时候他那个属性啊，它是必须带的，它不算到了意义里头，也很难说啊。也许它这个有这个意义啊，对，就是你说的这叫黑色的长毛鬃，也许了。因为一般译人名啊，它为了好识别好认啊，一般它用译音，因为不管在藏文、梵文，反正里头它那个到时候一认呢，就可以认出这个人名来。它一般用译音，所以也不用管它的意义。咱们来看这个后边啊，它加个仨就变成了及物动词的主语了。后边看它的宾语跟动词是什么呢？是啷包切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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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包切是大象，忒是承载得起、举得起，能够举起。这就是这个人呐，能举起大象，是能否事儿。举得起举不起本来是不自主动词，结果呢他就说他能举起，变成了能否事儿，能举起大象。再来读一遍啊，我扔了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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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包切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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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句，心给哈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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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是树的神，那个树的神，就是一个树啊，它那个有树神附在树上，那个树神做了什么呢？后边啊说参塞那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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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塞是婆罗门。婆罗门的那是耳朵，那是耳朵。这个本来是那哇，它因为后边接了其他词，它就不要那个词尾了。那重度，重是什么呢？重两个意思，一个是旁边，这个旁边还是个敬语。重咱们前面学过，那个就是叫什么阁下呀、台端呐，就是说一个尊正的人的时候，不直接说他本身，说他这个旁边叫阁下，就是那个尊称。重一个是旁边，再一个是根本，两个意思。这个地方就是用的旁边的意思，就是那重度就是耳朵旁边。婆罗门的耳朵旁边，在婆罗门的耳朵旁边，在他耳朵旁边发生个什么事儿呢？做了个什么事儿呢？是忒摩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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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忒摩这个是手掌，忒摩是手掌，就是手掌。记是一个手掌。后边这个动词是匀呗。匀呗。匀是干什么呢？一个意思是喂奶，一个意思是喂奶，第二个意思是打、踢、刺、钉，就是做一个动作，打、踢、刺，把钉子钉进去，反正就是做动作的一个这个手掌跟这个匀吧一合起来，打手掌就是打耳光子，就打耳光子，不是自己拍自己，打了一耳光就是打了一手掌，在婆罗门的耳朵边上打了一手掌，就是这个树神呐，给了那个婆罗门一个耳光，就是为什么给他这耳光呢？就是那个国王不是那个释迦当国王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国家军队要去打他的国家吗？释迦就说这个你不要进攻了，我可以把我的脑袋给你。然后那个对方呢，他就派了一个婆罗门呐，
他那个来跟他要他的眼睛还是要脑袋，最后就是要脑袋。要脑袋呢，那个不是大臣都劝他不要给吗？这个释迦就说就说我用一个人的生命换那个国家的安宁是值得的啊。他自己啊就走到跟那个婆罗门呐商量好，走到一个树林子里头啊，去把他的头交给他，而且是释迦好像自己割下来然后交给他。结果其实交的时候呢，那个婆罗门站在一棵树旁边，那个树神上去就给了他一耳光，那个树神这个看不过去了，树神要护法，给了那在婆罗门耳朵边给了一耳光，给成什么情况了呢？叫刚辣麻醋的，刚辣麻醋的，刚辣麻醋的，刚辣麻醋的。刚是那个腿儿是吧？本来这个刚是包括手脚的，连胳膊带手带脚带腿带脚都包括的。但是他这儿呢，他就用在人身上的时候，他就这就算他算腿儿，拉算胳膊，胳膊腿儿呢马醋的。这个醋是什么呢？醋咱们还翻过来用这个表，这正好这个方便。这个表呢什么地方？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栽种树立这个。它这个命令式是醋，这个命令式呢醋，在这个命令式，在这个醋不醋呢，就是立得住立不住。你看后边那个不自主的时候，它就表示立得住立不住，就是这个树神给了这个婆罗门一耳光之后呢，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手脚啊，马醋的，就是不能立住，就站不住了，就是手脚都这个就不在位了，就这个一下晕了就然后呢，撒拉给不是二声，不是三声，我第一个读错了，撒拉给倒在了地上，是吧？就是这个树神用的力气太大了，一个耳光，这婆罗门仰面朝天就手脚立不住了，一下就倒在地上了啊！给了这个婆罗门一耳光，就这么个故事。你看那个时候这个树神也这个比较负责任啊，现在树神也不管咱们了，谁愿意作恶就作恶，谁愿意干什么也顾不过来了，都闭上眼了啊。好，咱们来这个读一下啊，心给哈提。참새 나 정도 태모지 윤배 강라 마추대沙拉给好，咱们把今天学过的全部读一遍，翻到76页，从第二句开始，咱们来读一下啊。记得却全那样，爱妻行都灭了，却托巴尔前呢，七日翁哦，驴抬了，大米绝把占度，脚呢，菜是给囊度送的，七碗切，김다 니기경 개별写切戒把行动Q 吞蒙度血呢即将米柴碗切索
即将재활结束。 K랑 륜보 탐지에 칠송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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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랑랑기康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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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니에바 케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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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니 냠타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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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디르체표나. 디체표나. 디르체표나. 디체표나. 첸첸바르케. 첸찬발케. 첸첸바르케. 첸찬발케. 이바젠쾌. 이브진쾌. 이바젠쾌. 이브진쾌. 쾌얼瘸라. 펄瘸라. 쾌얼瘸라. 펄瘸라. 부여바르케시. 부여발케시. 부여바르케시. 부여발케시. 신묘康巴葡糖. 신묘康바葡糖. 신묘康巴葡糖. 신묘康바葡糖. 龙倔抗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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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탐지라 마차바르케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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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쾌 냥안탕 지바르마제지. 却两安堂吉巴尔马戒指， 쾌 냥안탕 지바르마제지. 却两安堂吉巴尔马戒指， 디라 쾌. 伊拉却 디라 쾌. 伊拉却 미가와르마제지. 米嘎瓦尔马戒指， 미가와르마제지. 米嘎瓦尔马戒指，翻过来。뭐게야나. 某给人呐， 뭐게야나. 某给人呐， 님바르니. 您巴你， 님바르니. 您巴你， 메말 주경. 美马住家， 메말 주경. 美马住家， 판바메게. 看巴没给， 판바메게. 看巴没给， 새도 냠네. 再多让呢， 새도 냠네. 再多让呢，这个냠네不要读高了，它因为是一个序数词，说새도 냠네，哎，就心想低一点啊。血巴塞纳，血巴谁呢？血巴塞纳，血巴谁呢？马血多，马血多，马血多。马血多。 秋天盖瓦尔米女台， 秋天给我儿米女台， 秋天盖瓦尔米女台， 秋天给我儿米女台， 夹错盖给卡拉雀， 牙错给卡拉去， 夹错盖给卡拉雀， 牙错给卡拉去， 伦别奈拉潘白多， 那边来了潘北多， 伦别奈拉潘白多， 那边来了潘北多， 绝数， 这绝数， 这， 塔日色塞北台湾， 塔色塞北台湾， 塔日色塞北台湾， 塔色塞北台湾， 赞丹塞北雪东， 丹丹塞北徐东， 赞丹塞北雪东， 丹丹塞北徐东， 路给菜茶所， 卢给切差所。 路给菜茶所。 卢给猜差所， 民主吧主度就， 民主吧足足就， 民主吧主度就， 民主吧足足就， 大你家错亲包儿， 打你给错金包儿， 大你家错亲包儿， 打你给错金包儿， 人多且人都着的， 人包切人度着的， 人多且人都着的， 人包切人度着的， 家错亲别囊呐， 给错金边囊呐， 家错亲别囊呐， 给错金边囊呐， 给信都忙喂， 给信度忙喂， 给信都忙喂， 给信度忙喂， 可我可儿让你可儿给， 可我可让你可给， 可我可儿让你可儿给， 可我可让你可给， 绝美。 绝美。 绝美， 绝美， 伦包热热切内， 林波热热前内， 伦包热热切内， 林波热热前内，
락 짐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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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니모 망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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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유롱 주백경 요롱 주백경 유롱 주백경 요롱 주백경 추배特满业 추배 특만예 추배特满业 추배 특만예 마 대다 가을 폭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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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롱친보 당 자왈 롱친보 당자월 롱친보 당 자왈 롱친보 당자월 판괴와 미투바 매 한규와 미규와 매 판괴와 미투바 매 한규와 미규와 매 我扔了那个我融了那个我扔了那个我融了那个让抱歉太能包切切让抱歉太能包切切心给哈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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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참새 나重读 잠새나 중도 참새 나重读 잠새나 중도 태모지 윤배 해머지 윤배 태모지 윤배 해머지 윤배 강라 마추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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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사라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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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사라게